大家好，又係我香港置業 Ling Lam 啊！咁今日為大家介紹咧係維港商轉嘅一個開放式單位。咁佢係屬於啟德海濱區咧嘅大單邊，所以大部分嘅單位咧都擁有開揚嘅景觀。而呢個單位咧亦都擁有雙海景。咁佢呢度就露台咁靚啦，房間裡面嘅情況又係點咧？我哋睇睇。咁呢個開放式咧都係好特別㗎，佢採用咗咧 L 型嘅設計，咁啊比較靈活咧，可以分翻開客廳同埋房間嘅位置，咁令到咧一入嚟咧就唔會即刻望到個寢室啦，增加私隱度。而呢一邊咧採用咗開放式嘅廚房，你見到啦，全部都係 Miele 嘅廚具啦。而另一邊咧就係洗手間嘅位置啦，採用咗趟門嘅設計，而佢裡面咧仲有多道趟門咧，咁可以乾濕分離，呢個設計都非常好㗎。個單位係咪好靚呢？屋苑咧總共有702伙，但係咧發展商咧都提供一個咁大型嘅會所咧俾住戶使用㗎，空間感十足。而樓下咧就係海濱長廊啦，可以跑下步啊，踩下單車，適合咧鍾意休閒生活嘅你啊！如果想了解更多嘅，都聯絡我Ling Lam，下次見，拜拜。